係啊，主席，因為咧我就留意到咧喺我哋啱啱呢個星期三嘅宣誓過程裏面咧，有幾位嘅同事咧佢係冇法完成呢個宣誓嘅。我亦都特別係留意到咧，當中游蕙禎議員同埋梁頌恆議員咧，佢哋喺宣誓嘅過程裏面，喺誓詞咧，佢係加入咗一啲嘅字眼，自己加入嘅，亦都係加入咗一啲英文嘅粗口，甚至乎一啲辱華嘅字句。我就收到好多市民對我表達不滿，佢就希望我咧向主席你轉達，就叫阿梁君彥大主席咧係必須要喺呢兩位議員作出一個公開嘅道歉，同埋收回有關辱華嘅言論，先至幫呢兩位議員呢係進行呢個監誓。咁我想請主席你呢係將呢個信息係話翻俾我哋大主席聽。與此同時呢，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大眾係話劉小麗議員佢嘅宣誓係刻意將誓詞呢係拖慢嚟讀，而劉議員佢自己本身亦都承認，佢喺面書上面講過，就話佢專登咁樣做嘅時候係令到大家呢係覺得佢嘅宣誓係咪有效，留翻公眾自己去判斷。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劉小麗議員佢嘅宣誓是否有效呢？係冇效嘅。我覺得佢應該係重新宣誓。最後一位羅冠聰議員，佢喺作佢嘅誓詞嘅時候，亦都刻意將中國個國字係讀歪咗音。佢嘅誓言係咪有效？我相信呢，我哋係好希望大主席呢係重新去檢視劉羅兩位議員佢哋嘅誓詞是否需要重新地喺我哋下一次嘅大會裏面去進行宣誓。咁所以我想請主席你呢將呢兩個信息係話俾我哋梁君彥大主席聽。我知道稍後建制派嘅議員呢亦都會就住一陣間我頭先所講嘅幾位議員嘅宣誓有效性呢係作出一個聯署嘅聲明。咁所以我想請主席喺呢度呢係處理下呢件事。